安平威定堂出現一名男子，先是坐佇咧孤營邊啊，甲維護的竹仔一支一支抽出來破壞。過無偌久，閣行到烏靈旗頭前，提出來打開始燒，想要甲旗仔接斷接無斷，變成去燒綠樹頂。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，或是怎樣？他就是拿那個五營的那個竹子一直敲我們廟前的那個石獅啊，一些廟前的石獅，然後一直狂打他，然後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代志發生佇14號日頭早，廟方看到監視器了後，相當生氣，因為烏靈旗頂懸的八卦圖案直接互燒一個空，好好的孤營互弄甲亂糟糟，決定報警處理，嘛呼籲各宮廟愛特別注意，避免造成災害。不管是女對有什麼仇恨啊什麼，應該也不對於有神明或者一些不敬的動作這樣子，迅速鎖定涉案之許姓犯嫌，並於當日晚間通知到案說明。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險罪函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道教當中，孤營有分東南西北，代表神明的兵馬。民俗專家認為，這名男子的行為是佇咧侮辱神明，一定會有報應。無代無志去破壞這五營旗，一定念會出代志。況且，好是這個人是已經精神分裂。這個五營的軍將士會甲你吹，會甲你討報。前一陣仔北區關心方廟嘛發生同款的代誌，毋那孤營互搗亂，烏靈旗同款互折斷，也閣摕到大旗香拍有龍頭的所在。警方通過監視器比對，確定是同一個人所為。台南新聞社懷超報道。